好，咁下面咧，我哋俾啲時間俾我哋在座嘅一啲嘅朋友咧，睇有冇啲問題咧，同阿力道有一個互動嘅，好嘛？如果大家需要有問題提出嘅，可以舉手，我哋阿峰哥咧就會送支咪俾大家。咩都可以問啊嚇，即係工作又可以問，學業又可以問咁樣嚇。拍拖都可以問啦。即係周星馳而家同邊個拍拖都可以問係咪？不過我唔知啊。咁啊，大家爭取呢個機會，話有兩位啊，有兩位，唔緊要啊，實有機會啊。前面呢位先啦，咁後邊嗰位一間交支咪俾你。聽到。我咧就係個傳播系嘅，咁咧我就想問啦，因為依家澳門咧就話推廣呢個刑事文化，咁但係咁你對澳門呢個前景有乜睇法？同埋如果對一啲中意拍嘢嘅年青人咧，澳門嚟講啦，咁你又會俾啲咩意見？我唔理你係澳門好，我唔理你係香港好，我唔理你係印尼好，我印度好啊。我乜都唔理啊！我而家同你講呢個高密2008，我早前上去北京咧就參加呢個論壇啊，咁啊有位北京朋友就話俾我聽咧，2008年係文化大革命。文化大革命大家知唔知咩嚟㗎？曾經喺1967年咧就曾經毛澤東咧發展過一個叫做文化大革命嘅運動，咁啊當時講得好慘嘅。咁但係2008年嘅所謂叫文化大革命咧係另一個嘅層次。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咧，就中國移動咧將會喺8個城市裏邊咧推出呢個叫 3G 電話。3G 電話嘅意思咧，就你喺嗰個電話嗰度睇到啲影像。2008年咧係文化大革命嘅意思就話咧，原來加上嗰個叫奧運嘅衝擊咧，將會係唔同嘅媒介、唔同嘅階層嘅人士咧，都會透過影像嚟到接觸到一啲叫做奧運。各方嘅人士都會透過影像咧去拍攝奧運。去傳輸奧運，不嬲以嚟咧，知識同埋文化咧係用文字傳遞嘅，但係咧喺2008年咧喺影像嗰個層次咧，對唔住咧，將會咧係發展到咧快到你估唔到。剛才嗰位女士咧嗰位朋友啦，佢話：你好好啊，你讀呢個叫傳播啊，你讀呢個影像嘅發展。通常咧，一般咧，我哋喺個集會嘅讀完咧嚇，或者讀呢個傳理系咧，就諗住咧走去咧讀新聞啊、做編輯啊，或者做電視台啊等等。咁啊，呢啲係一個層次。但係喺而家嚟講咧，我琴日啊有個記者嚟訪問我，帶埋個咪，講下問得住，佢話：導演唔該影張相。我話：應該你冇 photo 㗎，冇啊，我哋自己做埋呢個資源增值啊嘛。我話影埋相，攞部相機出嚟影埋相。跟住去到個訪問嘅最尾，我話：導演啊，呢句幾好喎，我可唔可以拍低啊？點解拍低？我哋報紙都有網嘅，想擺段片啫。咁邊個拍？又係我啫。你揾咩拍？我揾個相機拍。又係你拍㗎？係啊，資源增值啊，資源增值啊，佢又去拍埋。甚至乎有啲學生仔走嚟訪問我，咁啊訪問啦，咦，哇，動埋部機出嚟喎，又識埋支咪喎。係啊，導演，因為我哋有校園電視台。OK， 細細個咁樣呢個中學生，佢已經識得攞部 camera 對住我嚟到拍我嘅訪問。有好多澳門街總，而家啱啱我先搞完3輯年青人嘅特輯，都係拍攝嘅。以往嚟講，一啲叫做導演啊，呢啲影像嘅嘢咧，就要喺大學嗰度讀4年啊，好似嗰位小姐咁啊，死我要讀4年嘅喎。4年之後，你話呢個行業發展點啊？我唔識得同你講咩行業發展，我淨係知道咧，而家嘅電視台越嚟越多，跟住商場啊、鋪頭啊嗰啲掛喺牆上面嗰啲 LCD 咧越嚟越多，跟住翻上去睇嗰個網站咧，嗰啲影像咧、嗰啲片段咧越嚟越多。我淨係知道咧，喺而家除咗叫文字之外咧，喺嗰個叫相同埋嗰個畫面嗰方面咧，係個社會係多到不得了嘅。跟住你話，導演，我哋學呢個叫拍攝，學呢個影像嘅有冇得撈啊？呢啲文都多，不單止有得撈到你唔撈添。但係你話要做一個叫出類拔萃，要叻嘅，我要揾錢俾人多，我要發達咧，好難講。而家你話
社團啊，普普通通啊，我有3個大陸朋友落嚟參觀，唔該喂邊個喂幫我影相，喂你如果識拍你幫我拍嘢，呢啲係好平常嘅啫。以往嚟講，例如話喂學完呢啲入去做一個公司做個公關，我識得化下稿、化新聞稿，我識影兩張相，對住而家唔該你拍埋片啦。咁你話拍埋片1個小時就夠嘅咯，因為你睇太多時候咧，你根本就掩蓋咗嗰嚿魚生嗰個肉嘅味道喎。原來每種魚咧有唔同嘅味道喎。你唔好諗住，邊有味啊？即係胡椒粉味，一係就咖喱味，一係咩？都唔係喎。千祈唔好食咁多麻辣火鍋添。你食麻辣火鍋咧，就將你個脷上邊嗰啲味蕾咧，就令到癱瘓。以後咧冇麻辣味就等於冇味，咁啊死啦！你條脷已經死咗啦，咁啊冇咗啦。跟住咧身係咩意思咧？就其實皮膚嘅觸覺。原來咧，我睇過一本書啦，莊陳有寫嘅咧，佢係喺香港一位咧好出名嘅一位社會輔導教育嘅一位朋友嚟嘅。佢話原來盲人咧嗰個觸覺好緊要嘅。原來最好摸係咩咧？最好摸就係人嘅皮膚，最唔好摸係一啲生鏽嘅鐵啊咁樣。咁有陣時咧，原來一個媽咪咧同一個小朋友咧成日要撫摸佢咧，係有一個實際嘅需要。原來喺個撫摸過程裏邊咧，一就黐咗媽咪嗰啲咁樣嘅叫細菌，然之後咧自己個身體個 baby 嘅身體就會產生個抗體。二咧就係因為喺嗰個身體嘅接觸當中咧，其實咧嗰個小朋友會感覺到好溫暖。原來咧呢個接觸咧都係一種官能刺激。E 係咩啊？E 比光速更快，就係我哋個思想。我而家眯埋眼，我就幻想自己咧去咗火星。我試過打遊戲機咧，我玩一隻咧叫滑雪啊，我就開行冷氣，就跟住揾把風扇吹住我嚟到玩滑雪，哇！喺上哇啲風咁啫。跟住我幻想喎，幻想呢樣嘢係好犀利。幻想呢樣嘢係訓練你自己咧，就唔好俾嗰個環境箍死咗。眼耳鼻舌身意咧，重新咧話俾大家聽咧，觀察能力並不是淨係單靠隻眼。流暢能力點解啊？你哋遲啊今日同阿生哥喺度咧就口若懸河，但係明明喺嗰個叫做中學嘅時期，俾老師講話為人沉默寡言，就個性孤僻，不善於與人溝通。咁原因係因為我食咗聰明藥，邊有啊？世界上邊有聰明藥？如果唔係經過反覆嘅練習、不斷嘅彩排，你點可能有咁流暢嘅説話能力咧？所以乜嘢都係苦練翻嚟。變通能力、思想無界限啊！就係頭先所講啊。當你喺個工作裏邊不斷去做、不斷去做咧，你遇到其他問題嘅挑戰嗰陣時咧，你要識嗰個叫變通嘅能力。你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腦，就唔可以話formula咁啊1、2、3、4就得嗰4種板斧。咁你練就咗一個叫變通能力之後咧，你就咧遇佛殺佛啊，遇到乜嘢都唔驚。直觀能力，直觀能力咧呢個咧就係好緊要嘅，就係咩咧？頭先我所講一個導演啊，能夠變成一個叫 answer machine。有陣時我哋諗啲問題咧，我哋會喺屋企嗰度匿埋咧，自己諗好鬼耐。諗嚟做乜嘢咧？其實諗嚟咧，就當你喺日常生活當中呢啲問題一彈入嚟咧，你即刻可以喺個運算嗰裏邊即刻要做得決定。有陣時喺現實當中咧，我係要個決定，你唔可以哇成班人埋到嚟，跟住問你問題，你話等一等先，冇得等喎。有陣時要即刻落決定喎，生哥。咁所以咧嗰個叫做咧直觀能力咧係好緊要。分析能力分析能力係咩咧？好似早前咧股票升嗰陣時咧，哇881陸叔又教你乜乜乜，跟住咧新城嗰個咩胡萬清咧又教你乜乜。個蟹大家完全相反咧，一個嗌買入，一個要沽出，咁點算咧？唔該，最後尾你自己分析。作為一個律師，去分析咧，分析前面嘅數據，我哋都要咧好叻地去分析呢場戲係要引導到觀眾去到邊度咧？